作者後記。自2019年2月有幸參加台灣舉辦的國際書展以來，已經過了3年。新作在說出再見之前，終於在台灣出版了。在系列第3本在回憶消逝之前出版之後，我因為各方面的壓力而陷入了創作瓶頸，整整有1年的時間，一行字都寫不出來。不論如何書寫，就是覺得不對，完全寫不出感動人心的驚喜感。那真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時期，我意識到自己還是個不成熟的小說家。其中的原因之一，是我一直認為這個系列以在咖啡冷掉之前、在謊言拆穿之前、跟在回憶消逝之前3本就完美畫下句點。然而，接下來該創作什麼？自己卻完全沒有頭緒，就像是沒有目的般地彷徨失措。我想創作，卻找不到好的靈感，或許也可以稱之為油盡燈枯症候群吧。就在此時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橫掃了全世界，各種旅行都受到限制。就連在日本境內移動都十分困難，想見面卻不能相見，經歷各種痛苦離別的人應該也不在少數吧。我最好的朋友就因無法參加住在遠處親人的葬禮，連最後的道別都沒辦法做到，真的是很遺憾的事。那個時候，我突然靈光一閃，系列故事的時間軸都是間隔7年，或許在這7年間還有沒寫出來的故事。來到纜車之行，這家能回到過去的咖啡店的客人，並不只有在系列作裏登場的人物而已，一定也有沒能說出再見的人吧。我漸漸覺得自己還有該寫下來的故事，於是這本在說出再見之前便誕生了。故事的時間點是在咖啡冷掉之前的1年後，也就是在謊言拆穿之前，跟在回憶消逝之前的回溯。在這段時間，白衣女子的身份、去北海道的原因等都尚未揭曉。我想帶着大家回到還沒有講過故事的某一天。當然，這或許可能會讓讀者感到困惑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不想因為沒寫而後悔。只要回過到過去的纜車之行，還有感人的故事，我就覺得自己有繼續執筆寫下去的使命。我想將此書獻給所有沒辦法說出再見的人，即便言語傳達不出來，你的思念一定可以傳遞到的。非常感謝台灣的讀者們一直以來的支持，衷心感謝各位。